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係一種最常見嘅兒童遺傳性神經肌肉疾病。每3500至5000名初生男嬰之中就有一名受到影響。喺極少數病例當中，佢都會影響女性。佢係一種嚴重而且漸進式嘅肌肉萎縮疾病，患者隨時間會失去活動能力，而健康狀況亦都會變差。最早出現嘅症狀包括上樓梯有困難、容易跌倒或者走路搖擺。呢啲症狀通常喺3至6歲之間被發現。大多數病童喺大概8至10歲之間開始需要使用輪椅，而進入青春期之後，更加需要喺晚間使用輔助呼吸機同開始服用心臟藥物。而隨住身體肌力明顯減弱，脊柱側彎同埋關節攣縮亦都會出現。按照標準管理同埋常規嘅類固醇治療，大多數 DMD 病童獨立行走嘅能力可以延長到12歲，而1/3嘅病童都存在住學習、神經行為或者認知問題，而大多數患者都會早逝，大概會喺20至40歲之間死於心臟衰竭或者呼吸衰竭。DMD 嘅成因可以係因為基因突變，而基因突變嘅原因可以係因為繼承，即係透過家族傳承落嚟，又或者係自發性嘅基因突變，即係由新嘅基因變化而引起。大多數嘅 DMD 病例係由大片肌肉營養不良蛋白基因缺失或者刪除引起㗎，而較少見嘅係大片抗肌肉萎縮蛋白基因被複製或者重複，而 DMD 亦都可能係由 DNA 代碼嘅微小變化而引起。而當肌肉營養不良蛋白基因發生改變，身體就無法產生肌肉營養不良蛋白，而冇咗肌肉營養不良蛋白，肌肉細胞就好容易受損啦。隨住基因突變，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亦都可以透過遺傳而引起㗎。人體每個細胞嘅細胞核當中都有23對染色體，而其中一對攜帶決定一個人係男性定係女性嘅基因。男性有2條唔同嘅性染色體，即係 X 同埋 Y， 而女性就有2條 X 嘅染色體。DMD 被稱為 X 連鎖疾病，即係意味住導致呢個疾病嘅基因係位於 X 染色體之上。每個男性都會繼承住生母嘅 X 染色體同生父嘅 Y 染色體，而如果男性嘅 X 染色體含有改變嘅肌肉營養不良蛋白基因，佢就會患有 DMD。而女性繼承住2條 X 染色體，各一條嚟自親生父母。如果女性嘅 X 染色體含有改變嘅肌肉營養不良蛋白基因，咁樣佢哋都會有一個肌肉營養不良蛋白基因嘅備份副本，通常可以補償改變嘅基因。而具有改變嘅抗肌肉營養不良蛋白基因嘅女性就被稱為帶因者，佢哋亦都可能會出現 DMD 嘅徵兆症狀，並且可能需要治療㗎。咁 DMD 有咩症狀呢？包括近端肌肉無力、小腿假性肥大、用腳尖行路、疲勞、上樓梯有困難、容易跌倒、有高爾現象、肌酸激酶水平高、出現學習困難、運動發展遲緩、語言發展延遲、呼吸問題、脊柱側彎、肚子突出等等。香港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協會 HKDMD 成立於2024年4月27日，目的旨在為會員提供支持、關懷和資源，同時亦都致力提高大眾對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嘅認識同理解。宗旨係向患有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嘅個人和其家庭提供最新嘅醫學同科學知識，建立一個互助同支持嘅社群，讓患者同家屬能夠分享佢哋嘅經驗、困惑同挑戰，並且倡導患有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嘅個人同其家庭權益，支持同促進道兄氏肌肉營養不良症相關嘅科學研究同創新項目。如果想聯絡我哋，可以透過電郵 hkdmd0427@gmail.com， 又或者上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多謝。